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8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出埃及记第1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第2章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审判。曾经有一位非常热心传福音的教会姐妹，她每次遇到人就非常积极的传福音，甚至紧迫盯人。她时常在手中就拿着自己写的一些文字，向遇到的人来传福音。真的，她就是像那个保罗所说的啦，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坦白来说，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他有一些说法跟态度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他时常被人拒绝，因此他就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说法。简单的说，他会在结束的时候告诉那一些不愿意接纳的人说，如果你不信就会下地狱。这种的说法好像就把他那种热心传福音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事情完全给磨灭掉了。不但是如此，甚至会导致人会有负面的感受，让人更拒绝接受基督的信仰。事实上，我们必须知道，审判权不在人，而是在上帝。曾经有人问牧师说，你看某某人做什么事情，他能不能上天国啊？那牧师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想法是，我们应该要先问自己，我们是否合乎上帝的标准？因为审判的主权在于上帝。以色列人在约瑟时代移民到了埃及，当时候受到埃及法老王的欢迎，如同贵宾的对待。但是经历了400多年之后，以色列人在埃及人口渐渐的增加，因为呢，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啊，让他们的民族渐渐的强盛。原先只有70人，这个以色列民族它大大的增加了。他们不但是人数增加，更是非常的强健，让地主国埃及开始紧张畏惧了。圣经简单的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个情形。雅各的儿子们各带了家眷，跟雅各一起到埃及去。他们的名字是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设，这些人都是雅各的直系子孙，总数70人。雅各的另一个儿子约瑟早已到了埃及，后来约瑟死了，他的兄弟们和他的同辈也都死了。可是他们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人口增加很快，又多又强盛，遍及埃及全地。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威胁吗？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当时候的埃及法老王，他不但是因为不再认识约瑟了，他更是把以色列的人口壮大当成一个重大的威胁。
在昨天的主日讲到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开始有计划的想要灭掉以色列人，因此他就交代接生婆要将刚出生的以色列男婴给杀死。虽然在政治上来看，法老在埃及有绝对的审判主权，但法老王真的拥有审判权吗？这值得我们从后面的记载继续来看，来分辨的。耶稣基督曾经教导跟随者不可以随意论断人，因为论断就是一种审判。保罗也是如此的教导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他说：“朋友们，你评断别人，不管你是谁，都不可原谅的。你评断别人，而自己所做的却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定自己的罪了。”保罗的口气更为严苛了哈，他论断人是不可原谅的，这是他说的。保罗为何这么严格呢？他继续说：“我们知道上帝审判做这种事的人是没有错的。”那不但是如此，保罗提醒基督徒，事实上我们经常在论断，想要审判别人，都是自己的问题啊。他说：“可是朋友啊，你用来论断别人的事，正是你自己做的。你想你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吗？是不是你轻忽他的仁慈、宽容和忍耐？你应该晓得上帝是仁慈的，因为他要你悔改。可是你的心顽固刚硬，为自己招来更多的愤怒，以至于在上帝的义愤和公义的审判来到的日子，受更重的刑罚。”保罗劝勉基督徒，因为上帝要按照每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有些人恒心行善，追求上帝来的尊贵、荣耀和不朽的生命，这样的人，上帝将以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至于那些自私、拒绝真理，反而随从不义的人，上帝的义愤和惩罚要临到他们。所有作恶的人将逃不了患难和痛苦，先是犹大人，然后是外邦人。但是所有行善的人，他要赐给他们尊贵、荣耀和平安。先是犹大人，后是外邦人。因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会照自己的标准来审判人，按照他的公义的标准来审判人。并且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时候人们他急着要论断人、审判人，都是想要借着贬义别人来肯定或是高抬自己。但就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论断审判人，上帝都要用同样的标准来看我们。事实上，上帝是要用他的标准来审判人，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蒙福得救，不是要咒诅人，即便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救恩。我们应当将审判的主权交给上帝。诗篇第8篇，
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低于自己，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你让他管理所有的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牛、羊、荒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江河的鱼类、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上主，我们的主啊，你的伟大彰显全地。求主帮助我们以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来看人，将上帝的爱与公义与人来分享，帮助我们不自傲，愿意将救恩与人分享。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